你係咪仲用緊傳統 T5 光管呢？唔好睇佢價錢平，其實背後嘅用電量、壽命同安全問題，可能已經為你帶嚟唔少隱藏成本。等我同你輕鬆比較 T5 傳統光管同埋 T5 LED 光管，睇下點樣幫你慳電費，又升級到照明質素啦。T5 其實係指光管直徑約5厘米，傳統光管主要靠水銀蒸氣激發紫外線，再令磷光體發光，成個過程會產生大量熱能。雖然 T5 LED 光管售價高啲，但每支壽命可以高達5萬小時，係傳統光管嘅5倍，而耗電量就只係佢一半，即係話用得耐就慳得多，唔使成日換，亦慳咗唔少長期開支。仲有 LED 發光唔會令室溫上升，夏天都唔會增加冷氣負擔，間接又慳多一筆。喺照明效果方面， LED 光管嘅亮度集中，特別適合辦公室、書房長時間閱讀或者工作用。傳統光管雖然發光範圍較廣，但係光線分散，亮度唔夠實淨。最重要係 LED 光源夠穩定，唔易閃爍，對眼睛負擔細，長期用都唔會好辛苦，幫你集中精神，提升效率。LED 光管仲有一個重要優勢，就係安全同環保。傳統光管入邊含有水銀，唔小心打爛咗會釋放有毒氣體，棄置不當仲會污染環境。但係 LED 光管冇水銀，材質唔易碎，用得安心又對地球好啲。尤其係家居、寫字樓、商鋪長期開燈嘅環境就更加值得升級。MeLight 精緻照明自設廠房，出品超過300款高品質 LED 產品，仲提供安裝、維修、技術支援，一站式為你服務。立即聯絡 MeLight 精緻照明，為地球出一分力。